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年假最后一天，咱会当一天来三角敬拜上帝，这是咱的福气。请咱掀开圣诗165首，圣诗16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165，来，圣会独一地基，是主耶稣基督，对主基督来建立一理永远天国，对天降临修会议，最主心的心灵，对会议定来美，提示你的民主。这首咱嘛真熟，好，请咱搁掀开圣诗488首，圣诗488，透早起也好静。来，透早起也好静，因为困到夜静，中昼起也好静，म्यू语也无听，着吞乱到流血，温馨听候秋心，就会欢喜吟诗，我个想得来，我个想得来，我个想得来，就会欢喜吟诗，我个想得来，我个想得来，我个想得来，就会欢喜吟诗，我个想得来。咱来唱第三节，速度较紧一点点嘛。来，就像起也好静，最敢讲阮就虽然规条飞也无心也无听，着讲讲最清楚，叫做就来叫我，就会欢喜吟诗，我个想得来，我个想得来，我个想得来，就会欢喜吟诗，我个想得来，我个想得来，我个想得来，就会欢喜吟诗，我个想得来。好，练习到这时，来请咱备办心来做今仔日的敬拜。
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往耶和华唱歌，着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恩根，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侮辱；伊伫众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咱来吟信诗，信诗第165首，圣会道义的地基。信诗第165首，圣会道义的地基，咱起立来吟全首。信会道义的地基，是主耶稣基督，对主真道来坚定，设立永远天国，对天降临就会以最主献给新娘，因会因听来买。大个受掉受主敬，正侪肢体公夸，大家尊荣这心敬，当信心主来活，道以性命难轻哦，先受天的力量，咋敢望大幸福？所受稳定之样，虽有世人的彼此，有时拄着了乱，有时大家三分离，平民真理断，心目看主的头前，应该满心。到心会拢伫心，享受安宁平定。心会设立伫地上，连伫三位一体。小主过往的朋友，甲主交陪无体。咱对亲意的着急。拢是对主恩惠，咱会甲伊同样，伫天甲主作对。阿门。这是咱游玩起来，来检查新的界面，请。恁着尽心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个了解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源头。我以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伊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真济。咱来交读课英文，今日要交读的课英文伫课英文15篇，课英文15篇，课英文15篇就是诗篇65篇。我来刻，恁来印。上帝啊，伫西安有人恶路咧听候你，听人祈祷的主啊，最后卡赢我。
你若拣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伫此日落的所在，你互伊拢欢喜。上帝互伊的水满满，你灌下田园，满伊的沟，收编伊的林。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地伫旷野的草坡，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角做蔓来盖。咱同心额头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阮的学乐甲赞美，恳求你的圣神只是临到你的圣殿，引带阮的敬拜。主啊，伫新春过后的第一个礼拜，阮感谢你过去一年的带领，带领阮伫教会各方面拢会当顺谈你的旨意而行，也毋望伫未来的一年，阮所行的拢会当合你的心意，互阮伫信仰顶头可以有上少的进步。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做阮随时的帮衬，我靠你的人拢是有福的。阮要尊重你的性命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祈祷，阿免。学乐，咱请信歌队。今日要学乐的诗歌是《因光归三位一体上帝》。圣经，今日的圣经记载伫民数记第3章第50到13节。民数记第3章第50到第13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讲：你予利未的支派群进来，徛伫祭司亚伦的面前，通互西伊。因着守所吩咐亚伦，也着伫会幕前守所吩咐会众的，来办理会幕的事。因着固守会幕一切器具，也着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来办理会幕的事。你着将利未人予亚伦甲伊遐个囝，因是对以色列人的中间拣出来，完全予伊的。你着分派亚伦甲伊遐个囝，因也着守因祭司的指令。郡外来的外人，的确予伊死。耶和华吩咐摩西讲：看啊，我本身对以色列人的中间取利未人，替以色列人一切头胎的大囝。利未人要做我的，因为一切大囝拢是我的。我伫埃及地拍死一切大囝迄日，就将以色列中一切大囝、人甲真神拢分别因做成归伫我。因要做我的，我是耶和华。今日下动礼拜，我用华语过来念一摆。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带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亚伦祭司面前伺候他，他们要替他，又替全会众，在会幕前执行任务，办理帐幕的事。他们要看守会幕一切的器具，为以色列人执行任务，办理帐幕的事。你要把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完全给他的。你要指派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祭司的职分，近前来的外人必被处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看哪，我从以色列人中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所有头胎的长子。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头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所有头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所有头生的，无论是人或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进度，今日要进度的题目是携手并进。咱将时间交志美牧师。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平常不知道要用台语还是华语，安尼吼卡了一下这样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服侍你的祭司利未人。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该如何谨慎、忠心的来侍奉，谨慎于我们所做的工，也谨慎于我们所走的一切道路。主，我们这样的感谢、仰望，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个月已经读过了利未记，那在利未记里面呢，有记载了许多有关于献祭的规范，非常严谨。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他只是祭邪的上帝，他不容许我们三心二意，随便应付。在旧约时期的以色列虽然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也不是天生就懂得这一些。在当时，对于敬拜上帝、向上帝献祭，应该要有怎样的预备？应该要如何进行？对于这一群在埃及土生土长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所谓的如何该表达他们的信仰，他们所谓的宗教礼仪，其实全部都是来自于他们在埃及因为他们土生土长在埃及嘛，所以他们的印象，他们骨子里，他们所懂的要如何表达信仰，也是属于这种迦南文化的传统。我们在上个主日有提到。牧师在上个主日有提到，我们圣歌队一行去鹿港的龙山寺来参观，我们会发现，其实民间宗教所求的，跟我们基督徒内心所求的，其实差不了多少。我们都在求个人的荣辱、
个人的平安顺遂。但是圣洁的上帝差别是差在哪呢？圣洁的上帝更进一步要求他的子民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当我们平安顺遂，当我们步步高升，当我们升官发财的时候，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要将一切生命的主权归给他。不论我们怎么祷告，不论我们心里如何的想要什么东西，我们最终也要顺服上帝的主权。还有，我们要以他的喜悦为喜悦，要以他的意念作为自己行事为人的准则，不是我们喜欢就可以。即使我们会因此，当我们遵照上帝的意念为意念，将以他的道路为道路的时候，即使我们会因此遭人白眼，受到屈辱，甚至遭受生命财产的损失，我们也不能有所动摇。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先来看到11节到13节。11节到13节，在这里我们说到，我们之前在前几天新春礼拜，我们谈到上帝所拣选的子民该如何与神同行。那就是我们首先要先敬拜，紧接着我们献祭，就是回应上帝的呼召，然后我们才能组织成一个属灵的军队。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整段经文里面呢，进一步记载了在敬拜献祭的同时，这个时候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所当尽的责任。我们一起来看11到13节，我们跳着看。11到13节，我们看华语版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11节到13节，请。耶和华吩咐摩西说：看哪，我从以色列人中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所有头胎的长子。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头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所有头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所有头生的，无论是人或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上帝从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拣选，他独独拣选了利未支派作为全以色列百姓敬拜献祭的代表。在那个时候，家族中的长子啊，就是我们所谓的，不管是在埃及或整个迦南文化，家族里面的长子，只要你是大汉囝，你要肩负起祭祖的责任。好，之前常常听潘哥好也有分享到，像我们的第一代出信的第一代，我们还未信主的时候，我们家里的长子都要负担起祭祖的责任，不只是祭祖，还包括要祭拜当地的神明。所以整个祭祀的责任、祭祀的重担都在长子的身上。但是如今上帝有明令，他规定说，全国上下，今天以色列百姓，全国上下各家户、各宗族的祭祀礼仪、宗教活动，你们各宗族的长子不再负责这个了。这些祭祀的活动，通通交给利未支派负责。上帝之所以会这样子安排，除了是方便做教育训练，我们讲说教育训练嘛，大家要统一在一个阵营里面，这样子比较好做教育训练，让这一群学有专精、常常维持圣洁生活的利未人，可以一代一代的把这样子的律例典章，把这些通通传承下去。同时也避免其他支派的人，因为他们比较没有在做教育训练，避免因为人太多，60万还记得吗？好，我们在上个新春礼拜的时候有谈到，他们在埃及，在迦南地的不是迦南，在旷野的这一群以色列人有60万人，只有男丁而已，20岁以上的男丁。好，那如果说一个家庭有4个人来讲的话，就有好几百万人，200-300万人，很难在同一个时间让200-300万人都非常知道上帝的祭祀礼仪、律例典章。毕竟那个时候没有 YouTube 可以看，好，没有什么网络这么方便，好，传下去一个影片传下去，大家都可以来看，这样线上上课没有办法。好，所以呢，
上帝拣选利未支派的人，就是避免其他支派的人用错误的方式，用他们过去不论是在埃及还是受到迦南文化的影响，用这些错误的方式，用不正确的心态来献祭，使自己又再一次落入拜偶像的危险。所以当初以色列在逃出埃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当时埃及的法老3番2次言而无信，总是敌对上帝，上帝就击杀了在埃及当地一切投生的。如今上帝对这些以色列百姓也同样发出同样的警告，他说这样子的限定就是祭祀礼仪都归利未人负责。这样的警告是告诉这一群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没有将敬拜献祭这件事情完全移转给利未人，如果你们的敬拜献祭还是跟当初在埃及一样，那么埃及长子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其实这个警告是蛮严重的，埃及长子的下场就会是你们的下场。如果你们没有用圣洁、用敬虔、用谨慎的态度来献祭，那么埃及长子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意思是在以色列所有投生的都归给耶和华分别为圣，而利未人呢，利未人又取代这一些在以色列支派当中所有投生的，负责所有的献祭礼仪。如果以现在的角度啊，因为毕竟利未人啊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如果我们以现代的角度来解读过去利未人跟以色列百姓之间的关系，利未人嘛，代替所有以色列百姓来负责献祭。那么以现在来讲，就好比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关系。或许有人会很疑惑说，牧师，那些非基督徒他们也不是上帝的子民啊，他们也没有敬拜上帝啊，那么怎么可以扯到一起呢？现在的非基督徒怎么跟过去的那些以色列百姓扯在一起？约翰福音3章16节是大家最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大家可以默念一下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耶稣说得很清楚，耶稣是为了全世界全人类道成肉身降在马槽里，他也是为了全世界全人类牺牲在十字架上。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不认他的时候，甚至还反对他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因此我们不能再把非基督徒当作是无关紧要的外人，不能再把社区厝边隔壁福音篮球队的队员当作是外人，我们不能再把未信的亲友当作是无关紧要的外人。他们只是还没有领受福音的美好，还没尝到主恩的滋味，又或者他们已经尝到了，只是他们还没有办法分辨那样子的恩典，那样子的平安是来自于许多基督徒为他们祷告，而上帝愿意如此丰沛的将丰沛的恩典降在他们身上。也就如同保罗所说，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这是我们欠他们的，是我们对他们的亏欠。我们这群从世界上被上帝拣选、被分别出来的基督徒，理所当然要取代这世界上的长子当尽的义务。当他们还不懂得如何向上帝敬拜献祭的时候，我们要代替他们向上帝敬拜献祭。我们都是归属上帝的利未人，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5到8节，我们倒回来看第5节到第8节。我们看后面的周报，我们一起来读第5节到第8节，请。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带利未支派近前来，站在亚伦祭司面前伺候他。他们要替他，又替全会众，在会幕前执行任务，办理帐幕的事。他们要看守会幕一切的器具，
为以色列人执行任务、办理账目的事。好，上帝拣选利未人代替全以色列头生的儿子，他又从利未支派当中拣选了摩西的哥哥亚伦，以及亚伦的儿子们，亚伦跟亚伦的后代作为祭司。以我们现在来讲，就好像义节牧师他有3个兄弟，好，上帝呢拣选了义节牧师这一帮哎，好成为祭司。就是说义节牧师的后代，这帮的拢是祭司，剩的其他的就是利未人，安尼大家有了解吼。好，然后呢，在义节牧师这帮的这条的大囝，伊这帮是祭司嘛，伊这帮的大囝就是他这一条的长子，好，长子是大祭司。利未支派里面拣选了亚伦这一个支派为祭司，再从亚伦支派里面的长子又成为大祭司。旧约时代的祭司，他们除了负责敬拜献祭、预备节期等等相关的事务，还要熟悉、处理、判断许多洁净与不洁净的条例。我想过去1个月，大家如果有读利未记，就会发现很多洁净与不洁净的条例，祭司他们都要去处理这些事情，很多的事情相当的繁琐。那么为了要让祭司能够专心于他们的职分，专心于他们敬拜献祭，还有分别为圣的这些职分，所以上帝就吩咐摩西，把其余的利未人带到祭司亚伦的面前来伺候他。其实伺候在我们华人来看，好像是要哄抬伊的艺术，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是要协助他，那么这群利未人服侍上帝所拣选的祭司，那就是在服侍上帝。这群利未人所要做什么呢？就是协助祭司在献祭礼仪上所做的需要。如果我们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利未人就是我们所谓的招待、音控、场地维护，还有预备圣礼典所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把圣餐桌移出来啊，圣礼典的器具啊，还有各个节庆所需要的各样的一些器具器皿。还有在上个礼拜，应该是在新春的时候，牧师有讲到，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利未人嘛，好，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利未人，我们要提早进入礼拜堂，预备今天的讲道经文，还有所要吟唱的圣诗。这也是预备好自己，将自己的心沉淀下来，侍立在祭司面前，侍立在上帝面前，专注于上帝，恭敬等候上帝的临在，使我们可以更积极投入在服事当中。好，那么当利未人尽到自己的职责，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前来预备心来做礼拜的时候，祭司他就可以专心于自己的侍奉。祭司的职责又有哪些呢？我们以现代的观点来看，圣灵借着司琴所弹奏的音乐，传递上帝的心意，传递上帝的同在。我们有司会，圣灵借着司会以及他的祷告，传递上帝喜悦我们所献上那馨香的祭。司会的祷告就是带领我们全会众一起向上帝献上祷告，献上馨香的祭，也借着司会的报告，传递基督的教会在每一个当下大家都应该共同关注的事。我们有圣歌队、华语礼拜，我们有敬拜，有乐团。圣灵也借着我们建成这2群圣咏团，引领我们共同望向上帝的怜悯、恩典与荣耀。圣灵也借着我们的奉献，让我们可以实际的行动参与在教会的建造。另外当然还有就是属于大祭司所掌管的范围，那就是讲道跟圣礼。圣灵借着讲道传递上帝的话，传递上帝赋予教会的使命跟意向。
圣灵借着讲道，也光照提醒所有在座的祭司利未人，该如何拔出拆毁生命当中那些罪恶的权势，并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重新建造栽植，不断的将我们的石心，我们身体里面如果有结石，一定要给它拿出来嘛。好，那些石头啊，我们要把那些石头拿出来，我们才能有重新回到那个肉心，那个非常舒适的肉心，活出圣洁的生活，活出不被罪恶辖制的基督徒里的自由。那么在讲道还有圣礼典，就是洗礼跟圣餐。圣灵借着洗礼，在上帝与全会众面前接纳凡因信称义受洗归入他名下的人。圣灵借着圣餐，让我们不忘初衷，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也纪念我们在基督里是被他接纳，我们也要彼此接纳，彼此竭力保守合一的肢体。所以我们从这个一场礼拜我们从一场礼拜就可以发现，在一整场礼拜里面，我们就体现了共同的团契生活，就是我们使徒信经，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告白说，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的下面肉体的过往，就是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得赦免，身体的复活。这样的信仰告白，其实在一整场礼拜我们都体现出来了。但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好好的预备一场礼拜，是否能忠心于上帝的托付，是否能顺服圣灵的引导。很多时候我们看现实往往不是如此。以目前整个长老教会的生态里面，牧师不是说整个我们县城，我们包括台北中会，整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甚至于外教派，我们在目前的教会生态里面，我们会看到许多的牧者，有所谓的大祭司疲于奔命。没有多少人能意识到，一个牧者他为了预备一篇讲道，或者是组织整合一个信仰群体，在背后所付出的心力。许多人不论大小事都要找牧师，然后呢，教会的长职同工形同虚设，以至于牧师没有够用的时间来安静自己、沉淀自己、装备自己。我们也看到许多教会的长老、祭司疲于奔命，因为许多利未人失落了自己的身份，总是在背地里说长道短，导致这群如同祭司的长老，为了教育利未人，为了培养信徒，为了教会的合一，心力交瘁。我们看到更多当值的利未人，比如说教会的执事、团契会长、同工，他们看到这种种的现象，觉得非常的零星斗体。于是呢，他们没有办法再有更多的心力来积极的装备自己，让自己成为祭司的帮助，也没有试着更用正确的管道来反映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且寻求答案。甚至有的利未人还跟着放冷箭，结党分党结派。再来，我们还会看到一群本来就没有专注在礼拜、没有专注在上帝的利未人，他们选择离开教会。那些本来就心猿意马，常常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的这群利未人，他们所关心的都是自己生活上的需要，而不是灵性上的成长。这一群本来就没有把心思放在上帝的利未人，他们会离开教会，也是刚好而已。整个旧约时代，我们看到的以色列人会这样的失败，就是一路滑坡理论补牌效应，一路倒。在受洗的时候，我们这群利未人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都立誓要说，我们要尽信徒的本分。教会绝对不是单靠牧师，也不单靠长老、执事。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祭司利未人，牧师真心期盼我们每一个利未人都不失落，
都不会被上帝击杀。我们再来看2节圣经，第9节、第10节。最后我们来看第9节、第10节，在周报的后面，第9节、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要把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完全给他的。你要指派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祭司的职分，近前来的外人必被处死。最后要再次提醒，大祭司、祭司、利未人其实都有明确的分工。利未人若能尽自己的本分，祭司就能尽自己的本分；祭司若能尽自己的本分，那大祭司也才能尽自己的本分。在第10节说，近前来的外人必被处死。所谓的外人，就是指那些不敬虔、完全不懂得律例典章的人，或者是他们对律例典章他们懂，但是他们不 care， 就是耶稣所谓的假冒伪善的那些人。即使是以色列人，即使是祭司，若做了上帝所没有吩咐的事，上帝一样会把他们当作是外人来击杀。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受洗是基督徒了，我们就拿到天国的门票了，透懂了。我们天国我们来了，我们一定可以进得去。模样不是所有，耶稣有说，不是所有都喊父啊父的人都能进天国，不是这样吗？如果我们不 care 这一些，如果我们忽视我们的身份与我们当尽的职分，上帝一样会把我们当成外人来击杀，就像他击杀亚伦的2个儿子。如果我们捞过界，或者是我们捞过界，违反我们与上帝的誓约，上帝也必会借由各种形式教训我们，如同父亲必会管教责备他所爱的孩子。今天是新春的年假的最后一天，这篇信息看似沉重，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福音。怎么说呢？因为上帝已经先把游戏规则都说清楚讲明白，上帝也赐下真理的圣灵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上帝的目的绝对不是希望我们都被击杀，上帝的目的一直以来都是要将他预备给我们的福分都倾倒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脱离那卑贱的事，分别为圣，成为属你的祭司利未人。感谢你赐下圣灵，引领我们进入真理，用你所喜悦的方式敬拜，用你所量给我们的信心来回应呼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我们这群在敬拜、在献祭、在信仰上流泪撒种的人，都能欢呼收割。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咱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第488首，透早起也好紧。信息第488首，透早起也好紧。咱起立来因全首。透早起也好紧，因阮困甲日深，日头起也好紧，半也无停。着吞论到着是宽心灵啊修行，就会欢喜因是我甲手倒来，我甲手倒来，我甲手倒来，就会欢喜因是我甲手倒来，我甲手倒来，我甲手倒来，就会欢喜因是好天气也好晴，风雨也无通天，虽然乌云也风。
丰富那最清楚，其实就当修行，就会欢喜因是我甲修得来，我甲修得来，我甲修得来，就会欢喜因是我甲修得来，我甲修得来，我甲修得来，因为欢喜因是我甲修得来。就像日夜好尽，做工甘愿着我，虽然过着危险，不甘着无。苦干那做清楚，求主就来接我，就会欢喜因是我甲修得来，我甲修得来，我甲修得来，就会欢喜因是我甲修得来。我甲修得来，我甲修得来，欢喜是我甲修得来。阿门。请坐，这是来敬迎奉献。咱请东方的同工。咱起立来迎奉献诗歌。请坐。这是咱来公道，公道的事项拢记载伫周报顶头顶面。咱来看，教会意向，成全众正徒，万民皆祭司。读经祷告，委身服事，彼此相爱。讲到4项，第1项，愿主的快乐，扶持帮助阮的软弱，保守阮安稳伫主的疼，互阮会尽一世人服侍主。为具体，卢雪英、陈德明、赖清光、王林静秀、谢丽慧、陈秀荣、许章美、黄世琪、李碧莲、林以诺、杜昭、李雅娜、陈怡君、杨志坚、沈淑慧、陈丽水、汪倩如、郭仁吉，咱提名为因代祷。第3，为着嘉南地区余震不断祷告，愿所有受灾民众能够得到妥善的安置，心灵得着安慰。第4，
为世界上因国族、宗教等因素所造成的紧张、冲突与战争，求主怜悯、公义彰显。这是咱阿头来祈祷。亲爱的阿伯伯上帝，阮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愿你各守教会的脚步，互阮所行拢会当合你的心意。也恳求你看顾教会中年岁较大、甲身躯有病痛的兄弟，恳求你将你的平安放伫因的心内。但即时，阮也要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信，你的国能到，你的旨意你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有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因根，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报告。咱来看旧报内底，教会消息：本主日为年节期间主日，爱餐暂停供应。关怀部备有茶点供大家会后交易享用。第二，2月16礼拜天举行今年第一次圣礼典，请预受洗、坚信礼、转会籍的兄姐向牧师报名。以利安排相关事宜。当天要与主座同席，请主内陪餐肢体预备心。第三，2月16号礼拜天，礼拜后将举行2025年定期会员合会。即在人在陪餐会员名单已经公告于教会公布栏以及各团契的群组，请在籍会员留意，若有误植漏列，请向小会反映。欲索取纸本合会手册或因不克出席者，请务必至1楼柜台登记。第四，2025年爱餐认线款尚未缴交的兄姐，请尽快直接缴交给干事入账。团契消息：2月7号礼拜五上午10点，松年团契在1楼聚会，主理义节牧师。2月8号礼拜六下午3点，妇女团契在1楼聚会，主理也是义节牧师。奉献的明细我们自己看，请自己自行参阅。如果有遗漏的或有错误的，请向会计或干事更正。以上上银信息第510首，五路天定主宰。咱上银了，请牧师为咱教导。五路天定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人人的破。
一体，白行信心。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相通，甲你众人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亲。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无论你伫倒位，因带你行路途，互你心内满满听欢迎，世界好爱，互你你心里欢喜，上帝要甲你同在。灭倒避讳。